有我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，耶稣说一个譬如，甲因讲，有两人上殿要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抽象的。法利赛人徛伫家己祈祷，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劣色、不义、奸淫，也无亲像即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我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。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伫，连夜目望天也毋敢，敢若对迄讲：上帝啊，因免我即个有罪的人，我甲恁讲，即个人倒转去伊的厝，得到称作伊赢过迄个人，因为既若自古的要互因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讲道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离开圣殿了后，是一锤真正见到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做伙来思想一段咱真实的经文，就是法利赛人甲抽象的，因两个人伫圣殿的祈祷。有真侪圣经的译本会伫即段经文的头前放一个标题，就是法利赛人甲抽象的祈祷。所以真侪人会将即段经文解说做毋通骄傲的祈祷，就爱做谦卑的祈祷。但是当咱看耶稣伫讲即个譬喻的原因，实在伫第9节，因为耶稣看见有倚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，耶稣设一个譬喻甲因讲，这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。所以耶稣讲即个譬喻，毋是伫强调讲咱爱安怎祈祷。也毋是伫强调讲，咱的祈祷爱是甚物款的态度，爱用甚物款的内容。耶稣要强调的是，当咱敬拜了后，咱转去的生活是甚物款的生活。所以咱会当用甲过去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即段经文，并且咱嘛爱看即个譬喻，毋若是讲互遮法利赛人听，嘛是伫讲互我听的。因为经文一开始第一句话是讲，有两人上殿要祈祷。即句话毋是伫交代一个背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因为今仔日你甲我，咱嘛是坐伫教会，咱坐伫圣殿伫祈祷。所以即段经文的落尾嘛是互咱的挑战。当咱尽完这祈祷、敬拜这宗教的礼仪了后，咱敢会得到上帝的义？也是咱离开教会了后，咱是一个甚物款的人咧？咱减甲上帝相拄咧？咱减搁较清楚认捌家己，咱敢用合宜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咧？咱来看一个譬喻，伫即个譬喻内面有2个主角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教派会当讲是犹太教内面上严格的一个教派，因非常自夸家己过圣洁的生活，因嘛非常的敬虔，因有上悬上深的这个律法的知识。伫譬如中间，另外一个人是抽象的，这是一种替罗马政府犹太百姓抽税的一种职业。因替罗马政府服务，所以已经互因家己的同胞看做是糟糕，并且真侪抽象的因会私底下会敛财。譬如讲，罗马政府规定一个人抽1箍，但是有的抽象的就会加收。所以大部分抽象的拢真好业，亲像圣经内面上出名抽象的就是撒该。撒该真有钱，但是无人爱甲伊做伙。所以有一天，耶稣去到伊的庄，耶稣看见爬伫树仔顶的撒该的时，耶稣讲：撒该，你落来，今仔日我要去到你的厝。撒该非常欢喜，因为从来毋捌有人要去到伊的厝里，所以伊接待耶稣。并且伊的性命嘛，因为耶稣来得到改变，伊就决定要将伊一半的财产分予送乡人。若过去用不义的手段所得到的钱，伊要还人4倍。所以伊若安尼做，等于伊拢是破产啊。但是当伊体会到互耶稣接纳，安尼欢喜对伊来讲是无法度用金钱会当来计算的。所以这2个人是非常对比的一个安排，一个是互人尊敬的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互看轻的抽象的。耶稣定定用安尼的对比，
比如讲，几啊礼拜进前，我所讲的财主甲猎杀奴的安尼个故事。财主是一个有钱的人，猎杀奴是一个乞食。所以耶稣定定用安尼对比来掠条听众的耳孔，也互人会当真紧来进入伊教导的中心。耶稣大声描写的是法利赛人的祈祷，法利赛人徛伫家己祈祷讲，徛伫是犹太人因伫祈祷的时定定会用的姿势。但是伫遮确实伫形容即个法利赛人，伊非常的骄傲，徛伫一个所有的人拢会当看见伊的位置，然后伊开始祈祷。和合本圣经讲伊自言自语祈祷，足奇怪，祈祷毋是咱向上帝讲话吗？但是耶稣伫遮讲，即个法利赛人的祈祷是祈祷互家己听，所以嘛有圣经译本翻译做法利赛人徛伫祈祷互家己听。伊伫讲什么互家己听呢？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吝啬、不义、奸淫，嘛无亲像即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阁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。伫伊的祈祷的内面，不断重复我无亲像别人做歹代志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我做律法无规定的禁食做2摆哦。我照律法的规定献上我的1/10的收入哦。哇，即个法利赛人会当讲是宗教顶面的模范生。伫耶稣的描写内面，即个法利赛人看起来非常的敬虔，但是实际上伫伊的内面较藏着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伊敬拜的焦点已经偏煞。伊的祈祷看起来是伊徛伫向上帝伫遐祈祷，伫遐讲话，实际上是伊的骄傲。伊将上帝当作是背景，伊将信仰当作是舞台，伊将家己当作是主角。伫伊的祈祷内面，咱嘛看见伊是活伫一个比较的世界。我无亲像别人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。伊需要透过比较来肯定家己性命的价值。伊嘛用别人的罪做镜来显出家己的义，但是安尼义毋是出自上帝的义。咱嘛看见伊的祈祷内面，上帝已经是无声。伊的祈祷无表达伊对上帝、对恩典的渴慕，伊规个祈祷真做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表演。伊无想要得到上帝的答案，所以咱看见将敬拜当作是表演，当祈祷变做是你自我肯定的一个仪式，其实已经离开上帝远远啊。但是伫遮嘛爱替法利赛人即种教派讲几句话。虽然伫咱圣经中间常常看见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但是法利赛人原本设立的用意是好的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受到希腊的文化、异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，所以有一群犹太人因惊讲互异教的影响，所以因就形成一个团体。接着研读圣经，这律法、遵行律法，来保持对上帝敬虔，因过一种分别罪性的生活。但是演变到后来，因较袂记得因当初的迄个精神，渐渐形式化，甚至认为我爱透过这敬虔的行为，我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所以就有人找到一个法利赛派的列比，伊所写的祈祷文，伊安尼祈祷文安尼讲，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替我伫神学院内面安排一个工课，互我无甲街头的遐个人共款。因为我一早起来，我就研读律法。虽然这人嘛是一早起就起来，但是因是为着世界空空的事伫遐度日。我做工会当得到上帝的赏。因也做工，但是得到的较毋是上帝的赏。我跑走是走往迄个永远的活命，因也跑走，但是是惊灭亡。哇，咱看，
足自义的一个祈祷。嘛有一个列比，伊嘛讲过，如果即个世界有2个义人，一定就是我甲我的囝。如果敢若一个义人，迄个就是我。所以对这个文翰会当看出，这法利赛主义的人，因非常的自义，看家己是上好上贤的。但是，咱也看见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，伫圣殿另外一个角落，确实一个对比。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伫，连夜目望天嘛毋敢，加那堆形，远远徛伫，表示伊知影家己的败坏，所以毋敢挖近上帝，也毋敢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连夜目望天嘛毋敢，表示伊惊畏上帝，伊认为家己无够资格来到上帝面前。即个抽象的敢若做一个动作，堆形，这显明伊对家己的罪是充满忧伤甲痛悔的。即个抽象的无亲像法利赛人讲遐尼济话，伊敢若讲一句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伊对家己的行为无任何的辩解，伊老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上帝你的怜悯。怜悯有施恩、饶赦、压砍、和解的意思。这个抽象的人，伊相信只有上帝才会当替伊避办赦罪的救恩。我这个有罪的人，互咱看出伊所想的是家己的罪，毋是亲像迄个法利赛人讲，我无亲像迄个人。伫伊的祈祷内面，敢若出现100个我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个我是自称罪人的这个我。伊无亲像头拄仔迄个法利赛人是几啊百个我，伫遐凸显家己的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2个人的祈祷，互因分别拄着啥，互因分别看见啥。法利赛人的祈祷看起来是一个真好的宗教道的见本，但是伊无真正甲上帝相拄，伊敢若看见家己，伊敢若有好的外表行为的义。但是，这个抽象的谦卑、认罪、悔改，互伊看见伊家己的罪。但是，嘛是因为安尼，伊互伊看见上帝的怜悯，互伊得到真正的赦免。所以，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是这个法利赛人，也是这个抽象的咧。咱是带着逐样的自尊、骄傲。也是咱愿意悔改认罪。谦卑毋是糟蹋家己，谦卑是承认我毋是上帝。当咱愿意放落来骄傲、比较，互稳定进入咱的内面，亲像诗篇34篇18节所讲：上帝要挖近伤心的人，上帝要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但是，咱的心若充满骄傲，满满的骄傲，咱哪有空间，互上帝恩典会当入来咧？最后，耶稣直接落结论：我甲恁讲，这个人倒去伊的厝，得着称作义，赢过迄个人。这个人是指抽象的，迄个人是指法利赛人。所以耶稣最后宣布讲，这个抽象的比法利赛人搁较算做是义人，因为伊谦卑祈求上帝赦罪恩典，伊全心全意投向上帝，得到称作义，就是互上帝称伊做义人。但是义人的意思是超过罪得到赦免的意思，得到称作义的意思是。上帝看伊敢若是一张白纸，无犯罪过的白纸同款。兄弟姊妹，人哪有可能做甲安尼咧？但是上帝看法、上帝算法，甲人无同款。上帝要做的代志，完全是照伊家己的做法，伊家己的意思，袂受到人做歹、做好来影响。因为上帝看的是人敢有谦卑、痛悔、认罪的心。
所以，互上帝称作义，大生的条件就是咱的内心要安怎来改变。当咱愿意谦卑，有一个求主帮助咱的心，上帝伊是怜悯的上帝，伊一定愿意来进入咱的内面。伫看这段经文的时，嘛，互我想起伫圣经中间另外两段提起人的自义的经文。一段是旧约中间约拿先知的故事。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伊一开始毋甘愿互上帝派伊去尼尼微城，伫遐宣告上帝悔改信息。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对敌，因定定来欺负以色列。但是这个约拿最后不得不也是去啊。但是当伊看见上帝拯救尼尼微城的时，伊非常的无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的内心是掠伊家己国家的利益，掠伊家己内心所受的委屈做自义。但是伊较看袂见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伊就陷入迄个埋怨上帝、甲自我埋怨的中间。另外一段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哇！当即个老爸看见细汉囝倒转来，内心非常欢喜。但是伊的大汉囝卡伫遐生气，认为老爸偏心。即个大汉后生无关心家己弟弟的死活，伊嘛无认同伊家己老爸的行为。为什么？伊掠家己为老爸做遐尼侪代志，伊应该对老爸遐得着搁较济嘛？伊掠这做自义。无论是约拿也是大汉囝，因的生气是因为因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交换。我回应上帝呼召去甲尼尼微，我平常遐尼努力种田，照顾老爸的产业，因仰望我靠家己的努力来得到上帝、得到老爸的认同，仰望会当互上帝、互老爸称因做义，称因是好的。所以约拿会为着上帝怜悯伫遐生气，大汉囝会为着家己的服侍伫遐辩解，因用人的角度去看待上帝救恩，因认为只有家己才有资格会当互称作义。但是，较无想到，因两个人拢陷入迄个自义的陷阱的中间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什么是真正的福音？真正的福音就是，当咱追求上帝的义，无需要靠这个世界来证明，只要咱来领受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。真正的义，嘛毋是努力换来的成绩单。是咱谦卑来领受上帝予咱的礼物。法利赛人真努力表现出这个义，但是抽象的较伫谦卑的内面领受着互上帝临在的安尼一个义。迄个抽象的倒去伊的厝，得到称作义，赢过迄个人。即句话宣告福音上深的意义就是：义毋是我努力变好。义是我互恩典包围。最后耶稣讲，因为囡仔自古的要互伊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即句话震撼所有听众的心。当然，即个悬、即个低、即个卑微，毋是讲当一个人伊伫接受上帝义了后，伊社会地位会倒变，毋是。耶稣讲的是，因为人得到上帝称作义，所以伊的内心会当有怜悯、喜乐、平安。安尼心境，互人无论拄到甚物款的处境，拢会当用合宜的态度来看上帝，来看待人。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伫提醒咱，当咱对圣殿转去以后的生活甲心境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祈祷内面，是毋是定定列出功劳清单？啊，上帝啊，我有做这做迄呢？也是种种充满我的祈祷。啊，上帝啊，我要爱这，我要爱迄。
但是咱的基督实际上已经袂记得上帝的存在啊！伫咱教会生活内面，敢嘛有法利赛病？服侍是为着要比较，摕来自夸用的。也是咱的镜头啊，永远是指着别人的毋对、不义，甲看袂起我家己嘛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伫我的日常生活内面，我敢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也是我随时带着面具来面对上帝、面对人咧。正做是一个真实的人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圣经罗马书第8章15节到16节安尼甲咱讲：因为恁毋是受着罗卜的神，比较阁惊吓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，咱做上帝囝。伫遮清楚甲咱讲，咱毋是罗卜，咱是上帝囝。所以对上帝，毋管咱做了好也是毋好，毋管咱伫世间人的标准看了是好也是毋好，拢无需要惊吓。拢无需要带着一个面具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接纳咱。但是，一个真实心的人，嘛需要爱有罗卜的心。这个罗卜的心，毋是对别人，这个罗卜的心是因为我学习耶稣自甘卑微来到世间，所以我嘛愿意服侍人，亲像耶稣。所以咱会当讲。一个得着互上帝称作义的人，因为伊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伊称主基督耶稣，所以无论伫是任何的处境，伊拢会当真安然自在。有一位伫现代真有影响力的巴克牧师，伊捌讲过：如果你想要判断一个信徒，伊有偌了解基督信仰。就爱看伊有偌明白家己正做上帝囝儿的这个身份，并且伊安怎看上帝是伊的阿爸爸。如果这袂当正做伊敬拜、祈祷，也是对生活上基本的思维，就表示伊根本无理解基督教。咱互修养进入上帝家，这是福音互咱上大的特权。另外，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，嘛将咱的得救讲甲非常的清楚。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伫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。人会得着救，是因为上帝救恩，毋是靠咱的行为。安尼应允对咱来讲是非常大的讨棒，因为咱永远毋免烦恼，咱做了敢有够额。但是，伫雅各书嘛提醒，无有信的无有行的信也是空空，信无行也是死。这经文甲咱讲，咱的信仰若是空喙无舌，无任何的实践，嘛袂当讲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所以听了这种种顶悬这种种的解说，可能你头会冒在烧。哎，做上帝囝儿，我爱享受迄种无惊吓的疼，但是我阁爱做人的奴仆去服侍人，啊，毋是讲咱只要有信就好啊吗？就会当得到救恩啊吗？为什么嘛强调行为咧？安尼毋是甲其他的宗教、积功德的宗教共款吗？做基督徒哪会遐尔困难啊？的确。咱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智慧，这个智慧甲世间的学历、经验拢无共款。连保罗嘛知影讲，即款的智慧毋是读几本的册就会当得到的，因为伫咱的生活充满侪的挣扎甲矛盾。所以连保罗嘛会讲，愿对听见的日，替恁祈祷恳求无煞，愿恁伫心灵逐项的智慧甲灵通。得到知伊的旨意到满满，互恁所行合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结果子，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。这保罗提醒，当咱行出教会，
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咱需要有信心来的智慧甲悟性，咱才会当哪来哪入捌上帝，咱才会当对得起上帝的恩典。虽然咱基督徒的生活充满挑战，但是这是上帝对咱的保护。提摩太凯勒牧师伊捌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住伫树林内的一个翁婆，真邪恶的翁婆，翁婆就是巫婆。伊提供一个眠床，互旅客会当伫遐休困。但是隔工，若即个旅客困过头，就会互法术控制，会变做一个石头的雕像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旅客伊要去困啊，即个服侍即个翁婆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即种做的刺皮、树枝、石头铺伫迄顶眠床顶，然后顶面铺即个床巾。所以即个人客困到规暝拢真无安稳。早起来是伊掀开即个床巾一看，竟然是石头甲树枝。所以离开前，伊拄着即个查某囡仔，伊就甲伊骂讲：为什物互人客困遐尔恐怖的眠床咧？即个查某囡仔真细声甲伊应讲：这个是出伫我的痛，比起正做雕像永远的痛苦，即种苦袂当算做是啥物？咱的生活虽然充满侪的试炼，有时互咱感觉讲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乃遐尔侪的规矩，遐尔侪袂当做的代志，并且我信耶稣了，嘛敢若无过到比其他人搁较好。毋过上帝将这暂时的试炼放伫咱的眠床，放伫咱的性命，互咱袂伫安稳的生活内面失去迄个警觉。伊提醒咱随时爱倚靠伊，免得离开上帝恩典。耶稣讲即个譬如，毋是爱咱去批评法利赛人，是爱咱去看见咱家己真实的状况。咱是靠行为来定义家己，也是咱伫上帝面前谦卑承认家己的罪。咱开喙是满满美丽的祈祷，也是咱伫上帝面前展现迄个上真实的性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谁才是真正拄着上帝的人？毋是迄个徛伫圣殿的中央大声祈祷的法利赛人，是迄个徛伫角落轻声吐气流目屎的去抽象的。上帝接纳的嘛，毋是一个标准完美的律例，伊爱的是谦卑，愿意讲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灵魂。望咱每一礼拜进入圣殿，毋是要证明家己有偌敬虔，是愿意互上帝蒙着，祈求罪得到赦免的较无。当咱离开圣殿，转去咱日常生活的时，嘛愿咱会当带着迄个抽象的心，就是互恩典包围、自由的心，互世界会当伫咱的身躯顶看见迄位怜悯的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阮真正需要你。面对即个世界侪挑战，主啊，阮真正有当时啊，阮感觉阮无法度堪得来徛在伫即个世界中间。总是主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，互阮看见，当阮谦卑认罪求讨，你的恩典就要入来，成做阮的帮衬。互阮毋免透过伫世界种种的比较，毋免透过伫世界人的标准，阮就会当伫你的面前，会当得到称作义。主啊，恳求你拯救阮的灵魂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真实来求讨。也当阮行出即个教会，也恳求主你随时提醒阮，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主你要成做阮生命的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